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吴国威，然后我现在在那个台北艺术大学念研究所，然后是美术系的，然后作品主要以绘画为主。那今天我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叫做离架的绘画游记。那我觉得必须要先简单的名词解释一下，离架其实是我针对架上画，因为我作品有这个系列其实是以现地的绘画为主，所以离架对我来说是一种脱离架上画的一种常见的绘画创作形式，然后让绘画离开画布，就离开那个方形的框架之外。然后绘画游记主要是我发现在我的这个系列作品里面，我的绘画图像会有一种很游击状态，有点像是图像在跟观众打游击战，可能在某个角落等观众来跟他不期而遇，或者是在某个很张扬的地方等着被发现，或者是等着被人家误认。那先简单讲我应该说求学的过程吧，就是也算是科班出身，然后以前对艺术创作都是很自然而然，觉得就是拿个画布，然后想今天要画什么主题，然后想办法去找个方法去诠释我想画的东西。那大概是直到大学大二大三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认识当代艺术，然后我渐渐的发现，我开始没有办法跟教授谈论我的绘画作品，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切入，或者说我不管怎么谈，他们都觉得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叙述，应该说作品论述跟我画出来的作品其实是有一个差距在的。他没有办法听完我讲的东西，然后发现跟作品一点关联都没有，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说，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所以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把以前绘画的那些经验跟我学到的东西都抛下，然后我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都不画图，去学到底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怎么看待绘画的这件事情。那一切应该要从就是接下来这件作品开始讲。这件作品叫做《死人告诉我怎么一回事》，这是我2年前大概大3的时候做的一件绘画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在墙上画了2个教授。那这其实跟当时我在思考的东西有蛮大的关联。就是我那时候觉得，一开始在理解当代艺术的时候，作为一个做绘画创作为主的人，我一直觉得绘画在当代艺术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其实是被霸凌的，觉得教授没有办法理解绘画的人在想什么，他没有办法用一个绘画的角度去跟我们一起绘画。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点反叛，觉得好，那我今天还是想用绘画的方式来做。那时候我已经大概懂他们想讲什么，那我又很想画图，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那些正在教我当代艺术，然后正在课堂上批判我的同学的绘画作品的那些教授抓出来，然后用喷漆的方式把他们画在墙上。我觉得这手段其实有种批判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们是通缉要犯，或者是他们的论点会有点政治性的，用政治性的角度去谈他们这些人教给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能不能用绘画的方式去回击，或者是给他们一点，让他们了解我的想什么，想做什么。因为这件作品是在因为我大学读台大，然后那个时候的美术系馆是一个楼中楼，可以从1楼观看到地下室的空间。所以那时候这个作品其实是可以从楼上可以往下看的，然后远远的看就像是真的有人站在那边，然后甚至这位教授本人自己来现场跟拍他自己的肖像，然后那时候他就破了这一段。那就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目的很单纯，甚至其实没有想到我正在抗争的事情，其实就是我已经正在做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这个教授他抛的文在网络上算是有点大的影响，大家很认真的在讨论这是不是作品，或这个创作人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我才意识到，也许这种不太一样的绘画方式，反而可以引起更多种可能的讨论，或者是大家会
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有的人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谈，有人从街头涂鸦，有人从肖像，有人从对老师的这种挑战来谈论这些作品，那他可能可以很意外的开启更多讨论作品的角度。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方式，然后在我的工作室做了其他一系列的算是实验状态的一些尝试。那因为我的那个时候大学的工作室是一个蛮废墟的空间，所以我从一开始我是在画这个空间里面的结构，然后对这个空间画素描，到后来我开始把自己画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时候搬了一张镜子，然后在工作室的门口里面画了一个跟我自己一样大的肖像，然后因为我是用炭笔画的，它是黑白的，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画的时候，开始会包含我自己，陆陆续续有很多人都会被我画的吓到，远远看的时候想说，怎么有一个黑白的人，或者是甚至把眼角余光瞄到都觉得靠，是有一个人站在那边像狗，因为我们都会半夜办公室做。然后后来我就变本加厉，我发现这件事情很好玩，很多人会跟我谈这些东西，我就开始在工作室的各个角落画老鼠，然后画一些很不起眼的地方，然后因为墙壁本身就很斑驳，很多很脏的痕迹，然后又会画了一些老鼠，大家就会突然觉得老鼠是真的，而且因为老鼠真的会出现在工作室里面，所以老鼠的存在变得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就是也会遇到一些人，就是在我们老鼠外面画猫咪，然后再把它拍照上传到医生，也许是某种反抗，或者是我会认为这是在跟我们作品互动，然后我们享受作品能够开启一些跟观者真正实质意义上的互动，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很常谈到，有些人做装置型的作品，有些人的那些当代作品是可以开启某一些互动的方式，可以跟观者有互动性，但是我其实一直不理解这个互动性到底存在在哪里。有些人可能他的作品会发光，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会亮，然后有一些反应，他们就称这个叫做互动。但是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有蛮大的问号，直到这一系列的实验它实现了，然后它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做观者真的跟自己的作品有某种私密的互动，然后我也会把就是其他使用工作室的人，就会把他们的玩具画在旁边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我把我很喜欢的奇蛋超人的玩具把它放到就是蛮大的尺寸，然后画在一个用工作室版是废墟，就把它画在废墟里面。然后经过蛮长一段时间，这时候很常会在工作室里面的墙上画图，然后很常会有人分享画的图，或者是跟我讨论这些东西出现在工作室，他想到什么，或者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些意外开启的对话，其实给我蛮大的回馈，因为我第一次知道我的作品可以大家可以不只是来看，这个人的作品图画的怎么样，他用了什么画法，或者是他的某个技法画的很好，因为其实从里面看不太到什么技法，它其实因为它很大，所以其实技法都蛮粗糙的。可是大家开始不会着重在这些很细节的描绘上面，而是去看这个符号或者这个东西，它出现在展场里面，它真的能实质上的带来怎么样的效果。那有这样的经验以后，我就开启我那个时候大四的时候的一件作品，它叫做叙述史。那这件作品其实是蛮好笑的，就是它是应该先前提要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四的时候，我同时有中字跟绘画两个主修，然后两个主修的教授其实彼此是死对头，一个是工头嘛，猪头那个是校长，然后旁边这个是大二就是斗下来的系主任。然后那时候我观察到他们两个人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奇妙，因为两个教授不会实际上真的说对方的坏话，可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观察到他们很不满意对方的作为跟对方的艺术观。那我同时身为两个不同教授的算是指导学生，我作品就在夹的东西非常尴尬，因为我做绘画的作品，一个教授会跟我说不要画那个东西，你该做。但我把我的绘画作品拿给另外一个教授看，另外一个教授就会跟我说，你这样画我觉得不好，你再回去多画一点给我看。就是之中感受到很强烈的矛盾跟拉扯，所以我就跑回来用熟悉的方式，然后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因为
他们两个关系在我们系上是众所周知，他们的那个尴尬的关系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所以我把他们两个用一种很像在看国父遗像，很像在看圣像、肖像的方式，然后画在一个比人还高的墙上，然后这就是前面那个同一个展场是系馆里面的墙上，然后把他们画在上面，然后同时应该说这件作品它其实是依附在我们学校的评鉴制度底下，那时候我们大四在那个闭展之前需要通过闭展的审查，然后我在闭展的审查，一个人要提交2件作品，所以我先提交2件不同的作品，然后我又额外再画了这个东西，让大家一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件审查的作品，它上面也有那个审查的编号，可是其实作品包含编号全部都是画上去，甚至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审查名单里面找不到的。很多老师会问，那个42号为什么我打不到他的分数？因为这东西不是拿来调查分数，它其实是某一种对于审查机制的反抗，或者是我那时候对于整个学院里面的教育方式也好，或者是那个里面的体制做出来的某种抗议吧，我觉得。但我觉得是用蛮幽默的方式来做。然后这件作品它同时也跟前面讲的一样。这个时候我特别在意它的模糊，因为我发现在看这样的模糊的东西的时候，不止大家不会注意到它的细节，绘画上的那些细节，所以我颜料堆积的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它很模糊，它甚至在观看的瞬间只会让人想到一种影像感，这个影像感会连接到人的记忆，所以也许你们不认识这2位教授，所以比较明白，但是就我认识这2个教授，人看到的时候，其实会很直觉连接到他们对这2个人的印象，跟这2个人在整个学院里面他们所作所为，其实都会在那个瞬间被连接上来。所以开始意识到这种模糊的影像，配上喷漆的质感，可以让绘画作品变得有种影像感，而且还可以很避开去谈论绘画的操作上的细节，因为那个细节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绘画作品里面重要的东西，而是那个政治性，我为什么要画这张图？就是我画在这个位置能够有什么意义，或它能够在观者的心里面、脑袋里面展开怎样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我更在乎的。那接下来就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那个北艺的开放工作室里面做了一件蛮写的作品。那它算是一个很小的小品嘛，就是开放工作室本身是会有很多画廊来挖掘一些人才的，算是这样的机会吧。然后它是企业限定，它可能只有1周的时间，然后艺廊的人或者是外校也好，大家来参观以后，可能就会从里面选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跟他合作。那我在北艺里面，我发现座架上绘画的人太多了，几乎整个绘画组所有人都，就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绘画，但他们还是会很直觉的先开始拿图，然后开始想，今天要画的图是什么，然后开始调颜料。我觉得我自己对这样的 SOP 是有点存疑的。我觉得也许该先思考到底为什么要画图，或者是我画的东西它到底能够带来什么。但我不否定家常画，因为家常画有家常画的价值，有家常画它自己独有的谈论的方式。只是我不认为这么理所当然的做这件事情，应该说对我自己而言，我不喜欢这么理所当然的做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就反其道而行，就在这样的场合，然后我在墙上画了一个自己在喷漆的样子。然后因为这个空间它其实是一个楼梯下面的柱子的转角，然后画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很像在，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行，我跟助教讨论过，然后发现我用的颜料好像不太行，但是我就有点像是在躲他们的方式，我就一个晚上把它画完，然后就是然后他们在，你看这个人他正在做分析，但他也同时在躲避看他做这件事情的人。但我在开放工作室的那几天都穿的跟他一模一样，然后在学校里面画，然后去看有没有人会认出来是谁。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然后他也让我发现这些被画的很像真实的人，尤其是他尺寸是真的时候，他很容易被人脑袋就是误读成他真的存在在这里。因为我自己很常就在经过这个楼梯的时候，被我自己吓到，你会觉得怎么有人在这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应该说投了一个比赛，是北艺当代创作奖，是在他在光美馆，然后他现在其实还正在找，他
大家如果要去台北的话，也可以上去看看。那这件作品基本上它完全是前面这个延伸，就是我开始去意识到观者跟这个画图的人，还有画出来的图跟整个展览空间这个场所是有很大的连结，甚至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发展空间的主题。所以在这些作品它叫做走着瞧。我把整个美术馆的展览空间作为绘画的主题，希望我绘画的任何一个角色或是图像，他们能够完全的贴合着整个展览的空间，甚至是来看展的那些客群，让他们各自有各自能够发挥的效益。那因为这件作品它的空间比较复杂，所以我就按照顺序简单的讲。那大家如果真的看不懂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或是可以来提问。那基本上这件作品会发生的最一开始契机，是因为美术光美馆的2楼，它旁边连接了一间咖啡厅。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这间咖啡厅跟美术馆的关系很暧昧，他们中间的连通的门也好，就是他们中间的走道也好，都变得很像是那种 non place， 就是闲置空间。然后美术馆不能用，但是咖啡厅也不会用。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打算在那些不知道是美术馆还是咖啡厅的空间，涂上咖啡厅的那个色号的油漆，然后用模板把咖啡厅的 logo 再重新画上去一次。假装这里好像是咖啡厅的空间，可是其实这个走廊其实是美术馆走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咖啡厅在这个地方，咖啡厅在侧边那里，但这里跟这里都是可以往咖啡厅的走廊。然后我就让我想要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实现一种好像咖啡厅就在美术馆里面，跟美术馆在咖啡厅里面这种暧昧很模糊的效果。因为希望我可以用图像去办到让人误读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在整个空间里面到处画一些我想画的东西。那时候在就是按照那个展览动线，一走下来的地方就会先看到一只我们学校很有名可爱的狗。可是其实美术馆是不能带狗进来的，甚至我画完之后，就是我还跑去问助教，然后问美术馆承办人员，就是我能不能带这只狗进来看，或者把它抱着进来也好，就是不行，绝对不行。所以这只狗应该说这张照片大概是唯一能够存在美术馆，因为这只狗这辈子没有办法跟我画的它肖像合照。然后地上我在狗前面放了一张这个纸，这个我真的会说它是什么？但我发现这个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只是狗叼着它过来，然后再看你看它的感觉。那后面我看完这只狗以后，旁边楼梯走下来，就会经过这一面墙，上面看起来有一些人影，等一下会说这是什么东西？里面当然我那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有思考到美术馆会出现的布展人员啊，然后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观者啊。像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想要在布展人员的位置画一个真的是布展人员，但是旁边刚好因为北艺当代奖其实前面几年在办的时候，得奖人几乎都是新媒体录像类的作品，然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绘画的人都没有办法进这样的作品？是绘画不够当代吗？可是大家没有办法用当代的眼光去看绘画这件事情，所以我才用这样的方法来想要去看能不能试着冲破这个网。然后同时，因为我这一届有另外一个有入围当代创作奖，然后他也是做绘画这个领域的学弟，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画廊的人员，就是我是在画的时候，我从很多那个现实动态上面，或者是 Facebook 里面，常会有看到人家在看展，拍一些展场的照片，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看展的人，然后就把里面的人就是偷偷截下来，然后画在我展的空间里面。像我就画了一个画廊姐姐在一件绘画作品前面，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是赖志正马林画廊的代表，然后赖志正就跑来跟他合照，然后传照片给我，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我会把光美馆以前一个很有名的馆长，也是现在美术系的人物教授画在里面。应该说我画了一个很像他的人在里面，但他戴着口罩，所以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画了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以后，他其实可以带来一个蛮有趣的效果，因为他跟光美馆的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很熟，所以大家很常会从就是4楼或3楼的楼梯就看到他站在这边。
然后它又很常见，大家就会觉得它好像真的在这里。虽然看久会麻痹，但是我自己可能画完之后转头在那里靠，它怎么在这边，或者怎么会有一个人？然后在接下来我想讲画的一面墙，这面墙它其实就是我想做一个。我想做一个有点像游戏地图或者是贴纸，贴纸它的图像会被撕走以后，会剩下一张黄黄的纸。它里面有着我这一次画的所有的图像，有看到然后这里有那个刚才这个部长人员跟画完姐姐，然后还有一个 logo 是我刚才说的咖啡厅的标志。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空间去，有点像是藏宝图的感觉。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就是很多个残影，可是你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走着瞧，大家用走，然后边走边看，去寻找它，或者是去跟它不期而遇，去意识到这个空间也许里面有一些愚公瞄到的人影，不是真的人影，是某个人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那当然，珍藏一个小彩蛋，是有一个人在这边，但他不是一个很寻常会走到的地方，他其实在这个咖啡厅走廊的后面，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藏在一个柱子后面，就是想要维持我之前创作的脉络，把我自己画进来这个空间里面，那它是一样躲在一个柱子后面，然后像在喷漆一样。然后想特别讲下这张纸，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这场展览的库卡。那当时因为我想要翻转一下，或者说延伸一下我创作概念，我想要不只是把现实中的东西模糊化，然后画在墙上，我想要进一步把这一些应该在墙上出现的很模糊的影像，重新拉回现实，变成一个现实的物件。所以这张其实是贴上去，我把展览的副卡变得跟我画的图一样模糊，然后再把它丢到展场里。也许一个放在狗狗前面，一个把它贴在我画的人前面。就我想用一个概念上的翻转去做一个，这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这边为止，算是简单的介绍我这个系列它的开始跟它目前在展的东西。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问我问题，可以就是到